於晚期病人，維持生命嘅治療未必能夠大幅延長壽命，而且可能會帶嚟一定程度嘅不適同不便。不過治療嘅效果同影響因人而異，需要根據病人嘅身體狀況同埋個人目標進行一個評估嘅。每個人對治療嘅選擇都有所唔同，有啲人希望盡力延長壽命，亦有人更專注於減輕痛苦。又或者有人希望喺延長壽命同減輕痛苦之間取得平衡。無論你選擇咩方案，我哋都會全力尊重同支持你嘅決定。同時，對於晚期病人嚟講，屋企人嘅慰藉、關心、陪伴同埋表達愛意，可能係最重要嘅事情。記住，預設照顧計劃同預設醫療指示唔係放棄，而係關於掌控。趁而家自己仍然擁有自主做決定能力嘅時候，同屋企人、醫護人員溝通，並委託一位代理人喺你失去精神行為能力時候執行你嘅意願，確保你喺最後嘅日子獲得適合自己嘅照顧。如果病人而家已經失去咗自主做決定嘅能力，但同時未有預設照顧計劃或者係預設醫療指示，屋企人都可以同醫護人員商討，為病人設立預設照顧計劃嘅。